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牛鬼蛇神，台语要安怎讲较舒适？佛教也则是神话传说，牛鬼是阴间的牛头鬼卒，蛇神是人面抓身的神。牛鬼蛇神是咧讲各种奇形怪状的鬼神，也是咧形容各种形形色色的歹人。若是安尼看起来，牛鬼蛇神的台语会当直接翻做妖魔鬼怪，也则是牛头马面。高雄市教育局本土教育的网站讲，会当讲做西魔戴角，也则是虎龙霸标。神话故事用西魔戴角青面獠牙来形容妖魔鬼怪。西魔戴角是咧比喻很丑陋，也则是很厉害的人。台语嘛用虎龙霸标，也则是虎形霸标，这四种凶猛的野兽来比喻凶恶残暴的人。所以牛鬼蛇神的台语，嘛有人讲虎龙霸标、虎形霸标。伫某一寡的状况下，牛鬼蛇神甲牛罗毕蛇的意思嘛有相通。讲牛罗毕蛇有真侪款的意思。其中一种就是用来指称牛鬼蛇神的人物。警方大扫黑，甲一寡牛鬼蛇神，也就是甲一寡西魔戴角、牛罗毕蛇的虎形霸标总收起来了。迄角是真插杂，有袂少牛鬼蛇神、西魔戴角，你伫遐出入做生意，目睭爱爬较紧咧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咱讲牛鬼蛇神的台语，西魔戴角、牛罗毕蛇、虎龙霸标，实在真趣味。